大家背出師表嗰陣，有冇諗過點解鼻依個姓唔係讀肺而係鼻呢？其實漢語本來係冇佛音嘅。我哋係靈知，今日嘅語言學知識係漢語音韻學古無輕唇音。古無輕唇音係清代學者錢大昕提出嘅理論。佢提出秦漢嘅上古漢語只有重唇音嘅聲母，一直到唐末宋初中古漢語末期先分化出輕唇音，產生重唇同埋輕唇四組共8個聲母嘅對立。重唇音即係雙唇音，例如 b、p、m。發呢啲音嗰陣用到上唇同埋下唇，輕唇音就係唇齒音，例如 f 同埋 v。發呢啲音嗰陣需要下唇接觸上排嘅牙齒。喺語言學上，呢個現象係輔音弱化嘅擦音化。隨住發音部位越傾向開口，失音會慢慢演變成失擦音，再變成擦音，例如 p、p、p、f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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種受古漢語影響嘅現代語言，亦都可以印證古無輕唇音呢個理論。閩語早喺唐末就由上古漢語分化而嚟，日韓兩國從漢語嘅借詞亦都大多唔晚於盛唐，所以三者都冇唇齒音。留意翻日文嘅 f 音 f 係雙唇音嚟嘅，所以其他漢語入邊聲母係輕唇音嘅字，佢哋通常會讀成重唇音 p。日文會變成蝦，係因為蝦行有發生音變。閩語部分字變成蝦音都係類似嘅原因，呢部分以後有機會再講。喺其他有 f 音嘅漢語入邊，重唇音都有少量嘅保留。咁就係點解出師表入邊積佛裝被嘅被同埋鼻依嘅鼻都唔讀 f 音。今日就講住咁多先啦，拜拜。